大家好，今日係11月27號。咁今日咧其實就唔係一個幾好嘅日子嚟嘅，因為咧就係香港發生咗咧有史以嚟咧最嚴重嘅火災事件啦，就係大埔嘅宏福苑啦。咁就8棟樓啦，咁其中有7棟咧就完全即係焚毀咗啦。咁個火咧由琴日下晝2點零鐘咧到我而家錄呢個 YouTube 咧，其實就24小時。咁就啱啱其實喺上晝或者中午嘅時候咧。有啲個別嗰啲火頭咧，即係好細嗰啲咧，先至完全係熄咗，咁即係焚燒超過20小時啦。咁最令人哋唔開心嘅咧，就係話咧，第一個火場嘅面積好大啦，咁就造成好多即係生命嘅損失咧。到呢一刻其實已經即係超過咗成差唔多40幾人死亡啦，咁有啲重傷啦。咁最大個問題咧就仲有270人以上咧就失蹤，咁就一個火場都燒得溶溶爛爛啦，咁就希望即係嗰啲失蹤者咧就跟人自有天相。咁另外呢件事咧，咁就好多即係團體啊、市民咧都係捐錢啊、出力啦咁樣。咁我覺得其實咧因為呢個屋苑咧，即係個損毀個情況咧，就唔係單單靠嗰啲居民自發或者一啲團體或者公司捐錢咧，可以幫佢哋渡過。政府有一定嘅角色入邊咧，點樣去到做一個安置，或者令到呢啲市民嘅生命財產咧，即係有個保障啦咁樣。咁就之後我諗就睇下個情況點樣發展啦。咁就講翻個市場啦。咁就其實因為而家都11月底啦，咁就其實好快咧，2025年都過去。咁就呢個2025年咧。大部分時間咧，其實我哋都俾呢個美國特朗普嘅關稅咧就困擾住啦，直至到11月初咧，咁中美領導人喺南韓釜山會面咧，先至咧就話延緩，即係將嗰個關稅戰咧就暫停1年。咁之後個市場就企翻穩嘅，咁就大家都覺得咧年底前咧個市場咧就應該就少咗呢啲叫做不確定性啦。咁其實又唔係喎，因為咧喺中國嚟講咧，咁我之前我唔記得咗有冇喺呢個頻道度講過咧。其實咧，根據彭博一個報告咧指出咧，其實中國係唯一一個國家喺過去3年咧就處於呢個通縮嘅情況。咁就變相咧嗰個，因為大家都知道嗰個內房債爆煲啦，房地產市場咧就其實到而家咧都仲係即係叫做未復原啦。咁亦都令到嗰啲市民咧個消費咧意欲好低啦。咁就雖然中國人民銀行嗰個貨幣政策都係非常寬鬆，亦都陸續出台有好幾輪咧，所謂叫做刺激內需經濟嗰啲方案啦。不過咧就似乎個效果又唔係好明顯啦。咁啱啱最新咧就係話之前喺內地嚟講咧，就叫做好似啲內房債爆煲嘅時候咧，好似佢哋呢啲叫做中國叫做頭5大之一嘅呢個萬科地產咧，就好似幾穩陣嘅。咁佢咧亦都有啲人民幣嘅債券喺內地發行咧。咁但係最新消息咧，就本來下個月12月15號咧，就將會有一筆20億人民幣嘅債券到期。咁而家咧都新喺上海方面傳嚟嘅消息咧，就話申請嗰個延期償還本金。咁如果佢呢一筆係叫做延期償還本金咧，咁其實喺12月28號咧，佢亦都有另外一筆人民幣債係37億人民幣。咁即係成個12月咧有57億人民幣債其實要還嘅。咁如果你15號都還唔到咧，28號嗰個都其實還唔到啦。咁成個嗰個57億係點樣處理咧？係咪順延啦定點咧？咁但係如果你順延嘅話咧，咁 technically 咁其實即係都係叫做發生咗違約事件啦。咁而萬科喺明年2026年上半年咧，亦都有接近77億嘅人民幣在岸嘅債券咧係會到期。咁樣點樣處理咧？咁個市場嗰個情緒梗係會比較悲觀啲嘅。咁如果你睇翻下個月到期嘅債券咧，反而咧因為而家係等緊究竟延唔延到期或者係需唔需要延期啊嘛。咁所以佢個價格咧就冇喐到嘅，就好似仲係顯示咧就接近100，即係話叫到期償還本金啦。反而咧喺2027年到期嗰啲債券咧，喺單嘅1個禮拜之內咧都跌咗差唔多係60%，由差唔多係70嗰個水平咧跌到落去得翻可能係23啊24啦，咁就冇咗差唔多50-60嗰個 percent 啦。咁呢個都係反映住個市場咧其實係有一個擔憂喺度嘅。咁如果萬科都跌入咗呢個叫做違約嗰個咁嘅
範圍之內咧，咁基本上咧就我諗而家對於中國內地嘅房地產市場幾時先走出谷底，幾時可以復甦咧？咁就變咗咧係好似遙遙無期，因為咧較早之前咧 UBS 都出咗個 report 咧，話佢哋對於中國個房地產市場咧嗰個睇法咧又係比較負面啲嘅。咁多因素加埋咧，咁我諗就話咧嗰個內地嗰個股市，包括影響佢嗰個消費啊，或者其他一啲叫做建築相關嗰啲咧，咁其實咧都係真係冇運行嘅。咁唯一就係話咧，咁啊又係炒翻嗰啲叫做當炒嗰啲咧 AI 啊、人工智能芯片啦。不過咧就而家冇咗，即係個關稅戰，中美關稅戰停咗1年啦。不過美國對於中國嘅一啲叫做制裁咧，其實就冇停過嘅。咁最新消息咧就話有一份名單，咁而家到呢一刻都未確認嘅，就係中國有啲企業咧就牽涉咧將啲技術咧或者係轉移咗，或者係做一啲叫軍方用途啦。咁個名單上面出現咗咧就係呢個比亞迪啊。呢個阿里巴巴啊、騰訊呢啲啦，咁啦好啦，咁所以咧嗰個美國同中國嗰個角力咧，其實就冇因為咧嗰個關稅停1年咧而有所即係舒緩嘅，反而就好似之前我哋咁講咧，其實最終個結果其實已經係叫做即係叫做寫咗喺牆上邊啦，就係各行各路噶啦。OK，咁呢樣嘢亦都會咧帶動咗咧，就話咧中國本土嘅資金，包括喺香港嘅咧，就其實咧就可能係會比較集中喺即係香港或者內地嘅股票市場度做呢個叫投資或者一個資本市場嗰個融資啦，就唔會咧好似之前咁咧就成日都想出海就去外邊咧就撈世界咁樣，因為咧你去美國上市咧，咁反而咧個風險就係有一日咧將你即係俾美國咧可能下咗啲禁制令嘅時候咧凍結咗或者唔喐得嘅時候咧，咁其實基本上就歸零嘅。咁所以咧呢個都係咧點解好似話喺呢啲咁樣嘅叫不確定啊，或者咁高壓嘅政治環境之下咧，港股同 A 股市場都升咧，因為其實就係啲資金炒翻自己嘢，咁美股、歐美嗰啲資金冇嚟到，咁各自係即係做翻自己，即係睇住自己嗰個主場嚟到玩啦咁樣。咁恒生指數咧，其實喺過去呢段時間咧，就都係上落市啦。指數喺25,000啊到27,000之間上上落落。咁但係個成交額咧，其實就得翻差唔多係2400億，冇乜點突破到嘅。咁個成交額唔配合嘅話咧，咁其實短期之內咧，無論你用乜嘢主題去炒作咧，其實要突破今年個高位咧27,400咧，其實就幾難。咁所以咧，應該就今年個高位真係見咗㗎啦嚇。咁就指望來年咧。如果係開局嘅時候咧，有一啲比較係好啲嘅消息啊，咁咧嗰個大市咧就可能咧就會再咧向翻咧之前個高點進發，但係破唔破到咧都要等翻出年嘅可能係第一季嗰個表現先至決定到。咁美股咧其實就幾強硬嘅，咁11月月頭嗰陣時咧就曾經有幾日咧交易日大跌嘅，咁之後咧其實就升翻上嚟咧就收復翻啲失地啦。咁如果喺呢一刻度計咧，咁其實嗰個跌幅就好輕微嘅。咁最主要咧就係話一啲叫做龍頭嘅企業，包括可能係 Nvidia 啊、Meta 啊、Google 佢哋出咗業績咧，Tesla 嗰啲都好似樣啦。尤其是咧就話當個市場係懷疑緊嗰個 AI 人工智能究竟其實係咪泡沫啊？佢所兌現出嚟嗰個所謂叫產品服務其實得唔得咧？咁就Google 咧就公布業績嘅同時，亦都推出咗佢哋最新嗰個 AI 嗰個 search engine 咧，就係呢個Gemini 啊，呢個咧，咁呢個其實咧就係將啲圖表嘅文字咧可以即時咧處理，就夾雜埋，咁變咗你俾出一個比較係叫做清晰啲嘅指令咧，咁佢成套嘢咧就生成咗出嚟咧，就幫你可能係做晒成個PowerPoint 啊，有埋圖表啊，同埋俾埋 solution 你啊，咁啲市場個反應就幾 positive 啦。咁亦都咧 Google 亦都生產芯片啦，咁亦都有一啲同呢個可能係一啲其他嘅公司合作咧，就變相咧就可能咧佢攞咗少少啦，即係話你而家暫時睇咧 Nvidia 嗰個 market share，咁所以咧 Nvidia 嗰個股價就呢幾日咧就比較波動大啲，不過咧整體嗰個成個 AI 嗰個 sector 同埋芯片咧都好似咧就冇受到太大嗰個影響，都係咧啲資金仍然係熱捧啦，咁就唯獨是咧我諗就嗰個 Bitcoin 即係話咧跌咗落去呢個接近呢個8萬美金呢個水平咧，就暫時就彈唔到上嚟。反而金價咧就因為咧俄烏戰爭仲係懸而未決啦，
咁咧就嗰個日本同對於台灣嘅言論咧，亦都引起咗中國咧對日本咧就有一啲可能係貿易嘅制裁措施，亦旅行方面亦都可能係唔建議啦咁樣，咁就受到一定嘅影響啦。咁所以咧嗰個金價咧就上翻去4160蚊，咁可能年底之前咧都係 around 呢啲水平啦。咁整體嚟講，而家其實就同之前嗰個格局冇乜太大變化嘅。咁就美國聯儲局咁就喺10月嗰個議息嗰度咧，咁由之前個市場覺得佢未必減息，嗰個機會率咧係低到咧接近得30%咧，咁到去呢一刻咧，因為美國公布咗一啲美國本土嘅消費數據啦，咁個市場又覺得咦唔係喎，好似有得減喎，咁同埋咧有個別聯儲局嘅理事嘅口風比較鬆啲咧，咁所以而家嗰個期貨市場顯示到咧，嗰個10月美國聯儲局減息1/4咧。嗰個機會率咧有80%，咁咧，咁如果佢真係減1/4咧，咁即係話咧，今年2025年咧前後減息3次，減咗0.75厘，同舊年2024年咧係好似倒冇出嚟嘅。舊年又係2024年9月開始加，去到10月咧就加咗3次，好啦，咁就停咗。咁又到2025年咧頭嗰9個月冇減息，冇減息咧，舊年就減咗3次，今年頭9個月冇減，去到咧9月開始先至去到年底咧又再減翻3次。咁出年其實有冇得再減咧？咁樣？咁因為嗰個關稅戰好似之前咁講啦，12月初美國最高法院有個判決，就係睇下總統特朗普嗰個加關稅嗰個權力咧係咪違憲啦？咁呢度有一個不確定性啦。咁去到出年咧，咁而家就係聯儲局主席個人選咧，似乎咧就開始啲媒體就話其實都 finalize 咗啦。有一個就係美國而家個白宮國家經濟顧問委員會個主席。有機會會做，咁如果佢做嘅話咧，又會咧延續翻特朗普嗰個好渴望減息嗰個動作啦。咁所以呢一啲咧都會令到咧嗰個出年嘅第一季度咧就住嗰個關稅啦，就住聯儲局嗰個貨幣政策嗰個走勢咧，都仍然咧係會好似今年咁樣咧不斷反反覆覆，直至清晰為止。咁嗰個股市我諗到去到呢一刻咧，之前咁就覺得佢有個 correction 啦，咁去到呢刻咧，佢調整咗個彈翻上嚟咧，咁但係因為仲有12月，咁所以咧年底前究竟佢係咪真係會有一個明顯嘅 correction咧？咁我哋就再觀察下啦。